各位你哋好，踏入咗2026年，大家都知道醫管局有一啲嘅新嘅措施啊，涉及收費方面嘅，同埋一啲嘅行政措施。一般傳媒咧成日講咧，就係喺急症室嗰度係分級嚟到去收費，但係呢樣嘢我覺得都唔係好重要，因為你真係如果你急症你貴一啲咧，你都要去睇㗎啦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講咧，就係有關一啲嘅檢驗嗰啲嘅新嘅arrangement。如果你唔跟住佢嗰個係依佢去做咧，可能你去到發覺原來佢話你冇預早登記，冇預早俾錢咧，對唔住啦，你嗰日檢驗嗰個位啦，俾咗人哋啦，咁你真係白行一趟，咁你又要揾醫生嚟到排過又幾時檢驗？呢樣嘢非常之重要，唔係淨係嗰個收費上面啊，係嗰個排期方面，亦都係非常之重要。我想同大家講講呢樣嘢。去到醫管局嗰個網頁入到去呢，就有服務指引。咁啊，服務指引嗰度有個係講收費嘅。收費嗰度咧就有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嗰度咧，入到專係嗰時嘅。嗱，碌到落去嗰個佢有個項目，咁今次咧就係睇佢個非緊急放射服務呢度係最重要，多落去啦，就有兩部分，一部分咧就係有個電影嘅短片嘅，咁啊一部分咧就單張。我哋讀入去單張嗰度嚟去睇下啦。嗱，我哋睇清楚個單張呢度講緊非緊急放射服務啊，住院同埋急症室嗰度咧，如果係緊急嘅咧，就唔使收費嘅。嗱，佢係分3級收費嘅。第一級咧就免費啊 ，X 光嗰啲唔使錢。咁第二級咧有啲就係要俾250蚊。咁啊，第3級嗰個咧就要俾500蚊。咁點樣分2級啊、3級啊？你都冇得話事噶啦。佢話收幾多就幾多啦。嗱，最重要咧就係呢度講個預繳費用係要最少係14個日、14個曆日啊 （calendar days） 之前咧，你又要俾清嘅。咁啊，透過乜嘢就係平時嘅繳款途徑啊 ，HA Go 啊，或者係一站式電子服務啊，或者去親身去醫院繳費都得。但係如果你話想係去便利店啊，或者寄支票咧，咁啊你又要預留多啲時間啦，係最少3個工作日要過到數。如果14日俾唔清呢筆款啊，點樣咧？佢呢度講到好明啊，就係如果咧係14日度俾唔到咧，你個預約咧就會自動取消，同埋分配俾其他病人啊。咁你真係去到啊，對唔住啦，你未俾錢，咁你個 booking 個位俾咗第二個病人啦。如果俾人取消咗咧，你又真係要揾翻嗰個醫生，可能喺下一次嘅復診啊，揾翻醫生，個醫生再睇睇你係咪真係需要做呢個嘅診斷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冇份，咁就可能要啦，又或者又再等多幾年啊。最緊要14日內一定要俾咗錢啊！我今日所講嘅係咁多，就其他第啲係冇咁重要嘅事咧，我就遲啲用第二條片先至再同大家再分享啦。係咁先，拜拜。